大家好，歡迎翻到嚟曼聯花生台，繼續有我水哥喺度講波。好啦，咁繼續咧同大家跟進轉會消息。估下嘅嗰單轉會，睇住 Romano 日日係咁翻 loop 咁樣咧，話好接近登雕。但講極啦，始終日都係差唔多即係改幾隻字或者改下啲語句咁樣重複post 翻同一樣嘢。始終都仲係好接近，但未係真係搞掂嗰隻。咁大家要再等一等先啦。而關於正前鋒嘅傳聞方面，早幾日突然又翻炒翻消息，話曼聯其實仲跟緊約基利斯嘅情況。咁早排 David Ornstein 有講到，戴納會係曼聯而家買前鋒嘅頭號目標啦。睇翻好多唔同嘅消息，咁綜合去睇啦，似乎係曼聯方面就係技術總監韋確斯就堅持想要戴納，因為就更後生，可以睇埋長線。而阿摩連據傳的個人仍然仲係比較 prefer 屬意約基利斯嘅，冇嘅都可以理解，因為之前用開啦，又已經用得咁好，用到變為入球機器，而且就已經有晒說明書想要翻都正常，而且約基利斯嘅比賽經驗就更好添。而家嘅情況另外有少少諗起今季季前喺中場嘅人腳上，又為韋確斯想要嘅人同坦克想要嘅唔同。今季季前韋確斯就堅持想要烏加迪，而本身坦克就係想買翻安拉拔嘅，最後角力之下，始終曼聯都係買咗烏加迪。咁 turn out 去到而家啦，我諗都證明咗當初決定減買烏加迪嘅決定都係幾正確嘅。咁係啦，去翻而家前鋒方面嘅抉擇，一邊就係解約金平啲，又踢開英超，而且更年輕就可以睇埋長線嘅戴納；另一邊就係價錢要貴好一大截，但入波能力就更有保證。而且更加係曾經跟過阿摩連踢嘅約基利斯，兩邊就各有各嘅利弊。買前鋒啦，呢台戲就慢慢再睇落去啦。而家就即將踏入5月嘅啫，仲有幾個月就可以慢慢玩，或者呢度啦，大家睇片嘅時候都可以留個言表個態。如果真係俾你2揀1嘅話，要戴納定係要約基利斯？係啦，跟住就輪到講翻今次條片嘅主角啦，曼聯最新加入競爭想買嘅天才新星。咁呢度可能有人會問啦，喂，水哥又講小將，講咗好幾個噶啦，悶唔悶啊？呢度今次呢個馬斯坦杜盧個名好似以前馬斯查蘭奴啲 friend 吓，但佢呢位今次就真係有啲唔同啦。小將還小將，但佢就係一位有即戰力嘅球員，即係就已經係一位真正喺一隊比賽有恆常上陣嘅球員嚟噶啦。而且今次呢個消息來源係源自Romano 佢自己嘅最新影片啊，所以喺真確性上都係比較有保證一啲嘅。所以呢度我都係有篩選過之後啦，覺得值得講先同大家講嘅啫。係啦，而家最新消息就係馬斯坦杜盧17歲啦，嚟自阿根廷嘅河床新星。之前同皇馬傳咗好耐嘅佢啦，據傳而家皇馬就披單咗對佢嘅興趣。取而代之嘅就係變成曼聯同埋車仔兩隊就對佢最為積極同埋最有興趣。暫時兩隊都要求密切跟進馬斯坦杜盧嘅最新情況。係啦，暫時呢度仲係有興趣嘅階段啦，都未係有咩實質傾談或者真正嘅出價。而曼聯其實而家之前啲片都有講啦，而家就轉晒轉會策略噶啦，唔止會買更多小將翻嚟，更加就係會跟埋一啲主流歐洲大球會去埋南美洲嗰邊就去掃貨。之前已經係簽咗一位巴拉圭嘅左閘迪亞高利安噶啦，嚟緊夏天就會正式加盟。至於呢位馬斯坦杜盧啦，睇翻佢雖然嚟緊要8月先至滿18歲。但佢就由上年開始已經就喺河床嘅一隊就有穩定上陣紀錄。上一季16、17歲嘅時候，已經就有踢咗超過40場比賽。而嚟到今季繼續都係一樣。阿根廷聯賽嗰邊就係1月球季開始嘅。馬斯坦杜盧踢到而家今季啦，上陣咗14場，射入咗4球。最新今個星期亦都係入選本週最佳陣容嘅，繼續都係交緊出色嘅表現。係啦，再強調啊，佢而家都只係17歲幾嘅啫，但做一隊經驗已經有超過50場比賽啦，所以點解話佢會係即戰力，唔使等太耐再慢慢培育就係咁解。而位置上，馬斯坦杜盧就係一位左腳球員，可以打前線嘅右翼，或者就打進攻中場都得。類型上俾球評比喻為類似艾華利斯、科頓或者係尼馬嘅類型，唔止係出色嘅腳下技術啦，有1 on 1向前突破，而且特別 highlight 啦，射門能力更加係佢比較出眾嘅其中一個方面。咁我有睇過佢球王片啦，包括佢上季入嘅第一個正式入球，係一個好靚嘅20幾碼罰球射入死角。睇翻就真係一位特別係射術出色嘅新星嚇。而今日又代翻曼聯嘅角度去睇啦，我哋最缺係乜嘢啊？就正正係啲射門入波嘅能力，所以就睇見馬斯坦杜盧咁後生，又睇得穩定啦，再加埋射門有料，咁曼聯高層睇到想要流晒口水就一啲都唔出奇。
不過啦，講到嚟呢度都強調翻咧，暫時咧好似頭先所講，都只係有興趣嘅階段。而馬斯坦道路咧睇翻唔同報道，佢合約咧就係有一個咧超過40M歐元嘅解約金條款，而合約咧就係會去到26年嘅年尾，係跟翻阿根廷聯賽嘅時間，去到年尾咧先至會完約嘅。即係現階段夏天想買嘅話，可能價錢咧對一個新星嚟講咧就會幾高啦。係啦，咁啊睇睇之後咧就會唔會有更多後續發展啦？呢位馬斯坦道路啦，而家傳媒咧評論都算係阿根廷嚟緊新世代咧最為睇好嘅其中一個。佢而家咧呢個超過40M 嘅解約金，據指咧都係阿根廷聯賽球員入邊史上最高嘅解約金額嚟㗎嚇。咁啊會唔會最終決定咧曼聯咧出手而爭得贏呢？睇下咧到時之後咧就會點樣發展啦。最後今次條片咧想另外講少少關於我哋名宿咧史高斯嘅一個最新評論，佢話估下咧就係一個好球員，但嚟曼聯嘅話咧就係一個 bad place 咧 to go 喎。喂，大家聽完咧就唔知係咩反應呢？嗱，我第一時間就諗啦，呢個史高斯究竟係咪支持曼聯嘅先？其實佢咁講嘅話咧就講晒㗎喎，曼聯今季成績差，唔通就唔配買新球員咩？喂，任何一間球會啊都會有高低起跌㗎啦，今季差咧就唔代表下一季咧就唔會進步翻起翻嘅。而家當時得領嘅冠軍利物浦啊，之前90年代、2000年代又何嘗唔係沉過一大輪呢？咁我真係啦，我唔知呢啲名宿咧想柴台咧柴到幾時？有時咧就真係覺得佢哋出少句聲咧當幫下手啦。喂，啲名宿咧個個都咁有影響力，但就偏偏咧個個都咁中意咧出嚟落井下石。你話評價一下球員嘅場上表現踢得差咧都話啦，因為咧就真係事實嚟。但史高斯咧而家咧就連買新球員咧都要出嚟柴台，真心咧就拖食到咧，喂真係唔該識做啲嘅就收下把口啦。係啦，今次咧就講住咁多先啦。想支持我嘅話就加入 Patreon 做會員或者 join 翻呢度 YouTube 換都得嘅，感謝支持先。好，我哋下條片再見。